根據 Griffith University 格里菲斯大學 Clem Jones Center for Neurobiology and Stem Cell Research 最近一項研究引起醫學界高度關注，指出一種常見嘅呼吸道病原體肺炎衣原體 Chlamydia pneumoniae 可能與阿茲海默症失智症嘅發病機制有直接關聯。研究發現呢種細菌可以繞過傳統嘅血液循環系統，直接透過鼻腔內嘅神經通路、嗅覺神經同三叉神經潛入大腦。由於鼻腔同大腦距離極短，細菌可以喺短短幾天內抵達中樞神經系統。抗麻，當肺炎衣原體進入腦部後，大腦嘅細胞會產生反應，導致 β 澱粉樣蛋白 amyloid beta 嘅沉積。呢種蛋白沉積正係阿茲海默症患者腦部最典型嘅特質。連鎖反應，細菌嘅存在會誘發慢性炎症，進一步加速腦細胞嘅損傷。日常防疫小貼士，科學家提醒，雖然研究仍喺深入階段，但保持鼻腔健康至關重要。避免頻繁挖鼻，損傷鼻黏膜，會增加細菌入侵神經嘅機會。要處理慢性鼻竇炎、長期受肺炎衣原體感染嘅人士，應該積極就醫，減少病菌潛伏風險。如果你住喺空氣污染嚴重嘅地方，或者經常鼻塞，可以用生理鹽水 saline spray 沖洗鼻腔，帶走積聚嘅細菌同污染物。喺乾燥環境如冷氣房入面，鼻黏膜乾裂會增加感染風險，可以用加濕器保持鼻腔濕潤。肺炎衣原體雖然主要經呼吸道飛沫傳播，但亦可以透過間接接觸，例如手掂到受污染表面再摸鼻傳染。注意要勤洗手，特別係喺人多擠迫嘅公共地方，如搭地鐵、巴士之後，未洗手前千祈唔好抹眼同冒鼻。另外，要食含豐富維他命 A 食物如紅蘿蔔、菜之類，去加強免疫力。雖然研究顯示細菌同失智症有關，但大家唔使過分恐慌。目前科學家係提醒我哋要重視鼻腔健康，唔係話中國肺炎就一定會失智。多謝收睇，我哋係非常一般707，下次見。